中老铁路开通在即，老挝各界人士纷纷憧憬着中老铁路将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改变。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显示，通过与“一带一路”网络连接，从长期来看，中老铁路将会使老挝的总收入提升21%，并提升老挝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中国是老挝第2大贸易伙伴，也是在老挝投资最多的国家，更是老挝最主要的贸易出口国。铁路开通将降低货物运输和交通成本，将增加商户和铁路乘客数量，这将带来令人满意的收入。同时，还将给贸易行业、酒店、餐饮等服务行业和其他新兴行业注入活力，是极大的发展机会。中老铁路的开通将使老挝的农产品更加便捷地运往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中国。老挝人民，包括我们的员工，都为此感到非常自豪。中老铁路的通车有利于把中国还有其他国家的商品运到老挝。通车后，我想从事中老贸易相关业务。我还想去桂林旅游，我在网上看到那边非常好看，想去那里看看。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预测，预计每年会有400万老挝人和来自周边国家的1000万游客使用中老铁路。在老挝提供餐饮、酒店和旅游服务的尹提拉集团公司总经理尹提德沙万说，中老铁路的开通对于各个经济行业，特别是旅游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就旅游业来说，就是人员往来便利了，人员出入变得更加容易。当然就意味着会有巨大的客源，特别是来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的游客。我们的员工已经开始了基础汉语学习，还要了解中国游客的喜好，以便为中国游客提供贴心服务。在建设中老铁路前，老挝国内只有一条从首都万象至老泰边境的约3.5公里长的老旧铁路，很多老挝人没有乘坐过火车。老挝国家通讯社记者戈宽斋马里占西说，他坐过好几个国家的火车，但是乘坐自己国家的火车有种不一样的感觉。我不知该如何描述，既兴奋又开心。这是我们老挝快速发展的标志，这是转变的开始，不仅能节省开车出行的燃油费用，还能节约出行时间，最重要的是更加安全。包括我在内，很多老挝人打小就有去中国旅游的梦想，想去亲眼看看广播里听到的、网络上看到的长城，还有很多人想去看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想去体验生活在北京这种大城市以及其他地方的不同的生活方式。曾经来过中国的老挝摄影师安马林·巴拉米计划坐上火车故地重游，与中国的老朋友相聚，体会更多的风土人情。等疫情缓和了，我计划再去一次美丽的康定，那里有绵延的雪山，令我魂牵梦绕，希望有缘再去，想去那里找我的摄影师老朋友。